台面上嘅係必吸器，一種常見嘅單一劑量乾粉型吸入器。所用嘅藥物以膠囊形式儲存喺獨立錫紙包裝內，避免受潮濕嘅影響。先檢查藥物有效日期，再睇下錫紙包裝有冇損壞。如果有嘅，就應該掉咗去，再用包裝完整嘅藥物。檢查好晒就可以開始使用必吸器啦。向上拉開防塵蓋，打開吸嘴，保持手部乾爽。撕開錫紙，拎出一粒膠囊。記住啊，千祈唔好食咗呢粒用喺必吸器嘅膠囊啊！將膠囊打橫放喺必吸器粒盤嘅底部，用力閂埋吸嘴，直至聽到咔一聲。手持必吸器，用拇指同埋食指同時撳左右兩側嘅顏色按鈕一下，吉穿膠囊就可以鬆開按鈕。留意，只係需要撳一次就夠啦。下巴稍微抬起。坐直，將肺部空氣慢慢咁完全呼出，記得唔好對住個吸嘴呼氣啊！將吸嘴放喺上下顎牙齒之間，雙唇緊貼吸嘴，然後快而深咁吸藥吸到盡。吸藥嘅時間會聽到膠囊嘅轉動聲音，你會感覺到輕微嘅甜味。拎開必吸器，閉氣10秒，或者自己可以忍受嘅最長時間，再慢慢回復正常嘅呼吸。打開必吸器。檢查膠囊有冇剩餘嘅藥粉，如果有藥粉就要重複以上嘅步驟，直至到吸入全部藥物為止。如果冇剩餘嘅藥粉，就將膠囊掉咗喺垃圾桶就可以啦。用紙巾清潔吸嘴，閂好必吸器嘅防塵蓋，連同藥物放喺陰涼嘅地方。以上就係必吸器嘅使用方法。嚟緊我哋會講解使用必吸器常見錯誤同埋注意事項。不停按鈕會令到膠囊破裂。藥粉跌晒出嚟就唔夠吸入嘅份量，只要撳左右按鈕一次就夠噶啦。吸藥時冇膠囊轉動嘅聲音，即係表示膠囊冇旋轉，同埋藥粉冇被完全吸入。記住將未用完嘅膠囊放返喺必吸器粒盤底部，再重新吸入一次，直至到膠囊冇剩餘藥粉為止。記住膠囊係唔可以吞服噶，要確保吸藥時膠囊有轉動嘅聲音。吸藥之後要檢查膠囊仲有冇剩餘藥粉。要依照醫護人員建議吸藥，先可以最有效咁控制病情。啱啱我哋介紹咗必吸器嘅正確使用方法，同埋一啲常見嘅錯誤。如果你哋對於使用必吸器有任何嘅疑問，可以向醫護人員查詢㗎。